来看高雄一间老牌的生技公司，伫南部代理真侪出名药品。高雄有上百间药房，拢甲这间代理商合作。不过，这间公司顶礼拜若像是跳票，负责人走去找无人。即嘛是已经6间的药房，拢摕无药啊，拢总了超过5000万。 公司大门关的，内底已经无人。高雄这间有30-40档历史、代理真侪知名品牌药品的生技公司，顶礼拜传出疑似跳票。高雄真侪间向这间公司叫回药局，汇款早就已经用现金票等方式纳了，煞客袂到药品，个别损失金额对2-3万到400-500万拢有。有一些药物它已经出货了，所以预计就是结算起来大概，我们有损失接近30多了。 那个药品又要涨价的啊！你要不要趁还没涨价之前多买一些，把它放在庆安的仓库里面？上百间的药局受害，损失金额总共超过5000万，就惊造成欠药甲药局关店。高雄4大药师公会受害药局10日透早开记者会表示，代理商假做欠货，一直向药局囤货，而且一直到4月底，佮继续甲药局签约，要求先纳汇款，明显是恶意诈欺。受害的厂家到底有几间？那个受害的情形如何？那会在最快的时间内将这个诈欺的犯嫌查缉到案，对他进行这些调查。那这些调查的部分，如果他有拒绝规避跟妨碍的部分的话，会依照《药事法》第92条的规定，处3万到200万的罚款。除了答应调查代理商，卫生局表示会甲药师公会保持联络，确保市面上的药品流通无问题。但民代表示，即马代理商负责人已经联络袂到，呼吁卫生局要有更较侪作为来保障药局甲民众用药的权益。记者陈环宇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